带大家来看这个高诊厝这个名词，就是讲，若准一档来看医生超过90届，就是这款的族群。即马全台湾高诊厝的人数，伫去年已经超过37000人，这也是这几档来上悬的纪录。所以健保署就表示讲，希望今年后半年会当来强化家庭医疗的服务，希望会当减少高诊厝的人数。 破病看医生是一种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代志。啊，不过若一年看医生超过90摆，就会被定义是高诊厝。去年一个中年的女性看医生的次数达到859摆，是全台第一。看医生主要原因是偏头痛这症状，亲像安尼患者伫疫后佫大大增加。健保署继续启动辅导计划。 他们之所以就医频繁，也一定有他们的就医原因啦。那重点就是把它已经找出来哈，然后跟病人一起合作，然后看看可以用怎样的一个就医的方式来减轻这个病人的痛苦。健保署指出，这几年平均每年高诊厝人数是3.5万人，不过去年超过3.7万人，创近年新高。医改会指出，关怀政策已经实施10多年，高诊厝人数依然在增加，这是一个信号。 健保署应该甲国健署合作，针对高诊厝样态分析，到底是疫情延前就医，还是完全是咧洗病医，甚至是因为身心状况缺少整合医疗所造成的。 健保署跟国健署应该要跨司署的来合作，是针对高诊次的就医状况，其实也可以缩短它的市警以及关怀介入的时间，不应该等到1年后再完整启动，这样子我们相信应该也有效，可以减少这样高诊次就医的一个情况。医改会建议在医疗公营这方面，包含整合性门诊、家庭医师制度甲社区医疗计划，应该更加强化。健保署是表示。 明年措施实行以来成效真明显，尤其下半年开始，将大家医计划推展到地区病院，以人为本做整合，有希望阁降低高诊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